如何从运动员到年营业额数百万的创业者，再打造300人的团队领导人。我从小是一名运动员，曾经以为长大后会成为一名教练。退伍后，我意外的踏入服饰批发业，也开始创业开店卖衣服。在这个行业一做就是21年。这家店让我实现了许多的梦想。当时也以为自己靠卖衣服会过一辈子，但人总会在某个阶段会开始思考，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子了吗？5年前疫情爆发，加上网购平台兴起，传统服饰买卖大受打击。这个危机也让我真正意识到，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于是因缘透过斜杠加入了天地事业，靠着一步步累积，一步步耕耘，至今我们团队已超过300人。这不仅是一个收入的机会，更是我们找到能够共创更好的平台。接下来我们目标要透过天地系统，打造突破年营收500万的新高。我相信每个愿意改变、愿意成长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黄金舞台。